나왔습니다. 토마, 아주, 어, 나다, 그 유명한 그 수요일에 베베 수만 가는 무쇠다. 나는 신기, 요즘 뭐가 초류를 무쇠, 首先咧，那么要問候나는 신기, 아주, 係現場嘅本地有演播무쇠, 者、那麼你，那么普通演播者、現場演播者 나는 신기는 무슨 노래 그냥 等等嘅組府， 다는 신기하다. 요즘부터 주만나 봐. 아니 정답하는 배배기 테네. 同埋聽得懂嘅演播者， 성공이야. 도마저 심슨 好多嘅前知識、工作門等， 다 듣네마. 讓大家 시제. 身體健康。 나랑 아주 조지 남다 마슈요래. 가장 최대 마슈야 도스리. 跟住咧課程咧，主要係講我哋合專者嘅傳記。 드린디 슈야다 조지 남다 그 dom도 슈비미나. 다 조지 토마르 공로 就马些个巴多，那边因為要一个的簡要咁樣所里个的介紹一所里个下我哋合專者嘅生平。推我們應別嘅人年專者咧那邊喺10路上啦，歲之前咧，但係呢，就已經開始學習文字、那邊嘅朋友，工藝他一般性嘅知識。人年千萬那麼呀，那老之後咧，到21歲嘅期間，但係呢，佢就開始鑽研咧聲明、真名同埋大名字。喺21歲之前咧，佢係以一個居士嘅身份去學習嘅。喺22歲開始咧，就接受密宗嘅灌頂，當時以密宗為主，最後都成為咗呢個密宗嘅瑜伽師。而我哋合專者第一位上師咧，即係灌頂嘅上師咧，就係羅睺羅笈多。而呢位上師咧係一位著名嘅學者同埋成就者，佢係呢個清波嘅瑜伽師嘅主要上師之一。而根據記載嚟講咧，清波嘅瑜伽師咧喺晚年嘅時候咧喺藏地弘法。呢個時候咧，羅睺羅笈多咧就係開啟咗教法之門啦。喺當中咧，喺清淨觀當中咧，親自見到呢個六臂大黑天嘅灌頂。然後咧，所以呢位羅睺羅笈多上師同埋阿底峽尊者嘅上師咧，其實應該係同一個人嚟嘅。咁之後咧，阿底峽尊者咧最主要跟隨嘅上師咧就係阿瓦朵啲巴，大概有7年。然後咧領受咗好多嘅密續嘅口訣。然後咧喺22歲到29歲嘅期間咧，一直都係專注於研習各種嘅密續啦，同埋非常之精進嘅修持。阿底峽尊者咧喺密宗嘅修持咧，就已經達到好高嘅境界。佢亦都進行咗6年或者3年之間嘅呢個禪定嘅禁行。所謂嘅禁行咧，就係帶住明飛到各個地方咁去遊方，係一種瑜伽士嘅行為。喺逐步嘅注釋當中就提到咧，
對呢個密族嘅傳統咧，要獲得呢個加行道之後咧，先至可以進行。好多過去嘅一啲行者咧，就好唔同啦。就係有啲過去行者，通常咧佢哋係先出家，跟住先至開始密宗嘅修行。所以咧，佢係同一般嘅祖師係有啲唔一樣嘅。就係法體合尊者咧，喺29歲嘅時候先出家，就好似我哋嘅本師釋迦牟尼佛咧，都係喺29歲寫住出家。而咧阿底峽尊者特別地方咧，佢就係先咧修持咗密法之後先至出家，所以咧同我哋一般嘅一啲大師咧係有所分別嘅。阿底峽尊者佢嘅出家嘅因緣係阿底峽尊者咧，就喺少年時期咧就已經開始修持密法，同埋得到好多嘅密法嘅教授，唔單止咧熟練，同埋徹底咁通達咗密法。佢最初嘅想法咧就已經係專修密法嘅行持。就希望咧就可以喺今生裏邊咧證得佛果。就喺呢一生當中咧，成為一個密法嘅瑜伽士。呢個就係佢最初嘅想法。然後咧就慢慢就出現咗好多要出家嘅一個徵兆。有一次咧，佢係專心修持緊密法嘅時候咧，有一日嘅夜晚咧，發夢嘅時候咧，嘿魯加本尊咧就現咗喺佢嘅面前喺空中度，就同佢講啦。即係憑住呢個阿瓦杜啲巴嘅行持咧，對佢嚟講咧係唔足夠，你必須要咧出家。以後咧，未來就會有好多需要你去教化嘅出家弟子。唔單係咁樣，之後咧仲有更加殊勝嘅一個夢境。喺某一個夜晚咧，佢又夢見咗自己咧喺一座宏偉嘅寺院當中，釋迦牟尼佛咧同埋好多嘅比丘咧，正當咧係用齋。當時嘅真正嘅席位最後面咧，阿底峽尊者坐喺最後邊嘅。咁呢個時候咧，喺前面嘅佛陀咧，就啱啱注意到佢啦，就同佢講：你仲究竟執着啲咩咧？點解到而家都唔出家咧？跟住另外一晚咧，佢又夢到喺一座寺院當中，佢就夢到彌勒菩薩。一般我哋見到嘅彌勒菩薩咧，就係在家上，而佢見到嘅咧係一個現比丘上嘅一個彌勒菩薩。然後彌勒菩薩同佢講啦。
入到총아 되서 용세게 사실에 마도베 呢度同阿德 교란 合專者講啦， 교란 其實 김바티즈 용세 就 사실 話 마레스 呢度係出家人嘅地 아니 方， 교란 델레 你係在家人 마모시제마 송버지 係唔可以過嚟嘅。 무슬림나도 총이 어다 델라 서베기 저도 총괴베가 다다 체마 망부 총베 인집사네 아니 쇼지가 도공래야 然後咧佢就經歷咗好多呢啲咁嘅徵兆咧， 然後 然後佢阿德合專者咧就好慎重咁考慮，而家我應該要出家啦。 當時咧佢就喺那蘭陀寺附近，喺附近度租屋嘅，就係靠一個房東咧去租屋俾佢住。咁而呢位房東咧就係精通佛法。 然後阿德合專者咧就請教呢位房東啦，咁佢問我應該去邊一個部派度出家比較好咧？然後房東咧就同佢講，房東就問佢啦，如果你出家嘅話咧，你會放棄密法嘅修持咯？ 阿底合專者咧就答啦，我就唔會放棄密法嘅修持嘅。然後房東咧就建議佢啦，咁你就應該去大眾部度出家啦。所以呢個就係房東俾佢嘅建議啦。去呢個聲聞佛法部當中嘅大眾部出家啦。因為大眾部咧比較開放一啲，因為呢個原因咧，就建議佢去大眾部嚟出家。然後咧，阿底合專者喺29歲嗰一年咧，就喺菩提伽耶嘅柯菩提寺院度出家。佢啲傳記咧就講到咧就係飛行師，呢個布丁加布里嘅呢個寺院度出家。咁個大眾部咧嘅分支咧就亦都好多，有一個咧就係出世部嘅出家。阿底合專者就係呢個出世部咁嘅出家。 為佢剃度嘅咧就係佛智阿闍黎虔誠嘅基拉納斯特上師啦。咁呢個上師就已經證得加行。咁當時阿底合專者得到嘅法名咧，就係登吉田字，傑賓加啦，是呢真。傑賓咧就係登嘅意思，加啦就係作或者詞意，呢啲就係吉祥嘅意思，眼南就係智慧嘅意思。所以由於咧佛智阿闍黎虔誠都有傳統咧，就係咧弟子法名咧都以呢個字嚟咧做結尾嘅。所以咧阿底合專者得到咗呢個名咧，就叫做吉祥圓燈字，為佢嘅法號嘅。
又好似本本個大師嘅阿底峽尊者33當中咧，不貪一切諸妙欲，王權富貴盡捨棄，大眾道中作比丘，隨顯具得阿底峽。咁就從佢呢個出家嘅時候開始咧，尊者咧就對於最細微嘅戒行咧都非常之咁謹慎。舉個例嚟講咧，佢就唔食咧陶碗當中嘅珍包粉。呢個時候咧，印度就冇珍包粉嘅東西。因為咧，因為呢個珍包粉咧就放咗喺一個裝酒用嘅器皿當中，所以咧就已經唔適合食用啦。就有人問佢啦，點解咧？所以就因為咁嘅原因，因為曾經咧珍包粉咧放過喺一啲裝酒用嘅器皿當中，所以就唔適合食用。呢個就係因為咧大眾部戒律當中咧，飲酒咧係屬於根本戒。我哋講咧4個根本戒咧，再加酒戒。除咗呢個戒之外咧，個根本戒咧，其他咧就有啲寬鬆嘅。大眾部當中咧就會認為飲酒咧都亦都係屬於呢個根本戒。我睇過一啲中文嘅大眾部嘅律典咧，似乎咧都冇將呢個飲酒咧放落根本戒當中。總之咧，就睇到阿底峽尊者咧喺持守戒律方面咧非常之嚴謹。尊者稱號嘅人，之前有提過咧，佢嘅名叫做吉祥源燈智。另外咧，佢其實亦都好多嘅名號嘅。其中一個咧，就喺印度語當中咧廣為人知嘅就係阿底峽啦，阿底峽。咁將呢個名嚟到翻譯成藏語咧嘅意思就係殊勝或者極為殊勝。阿底咧意思就係殊勝嘅意思。也咧就係心意嘅意思，結合起嚟咧就係具有殊勝嘅心意。亦都有人講咧，就阿底咧就係極其嘅意思，真啲嘅意思咧就係極勝嘅意思，所以咧就係極其極勝嘅意思啦。咁另外有一種解釋咧，就阿就係話呢個大瑜伽士嘅意思，D 就係大班智達嘅意思，也咧就係大比丘嘅意思，即係大修行嘅意思啦。咁所以呢個
亞底峽專者咧，阿迪莎咧，其實有好多嘅解釋方法。亞底峽嘅稱號嘅由來咧，有好多嘅解釋方法啦。咁佢嘅由來咧，亦都有兩種講法。其中一個講法咧，就喺真真順冧賈巴咧，佢嘅所著作當中，加當教法源流心意莊嚴當中咧，有記載到咧，就係由一位拉喇嘛由區會俾嘅一個稱號嚟嘅。咁佢就親見過呢個尊者啦，智慧同埋大悲心咧，遠遠超過其他班智達賴。咁而同埋咧，佢係具有呢個廣大宏揚佛陀珍貴教法嘅能力，所以咧就俾亞底峽尊者呢個稱號，係代表咗一種崇敬嘅意思。咁然後咧，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法護國王咧，就見到亞底峽尊者咧喺眾多嘅班智達當中咧，同埋成就者當中咧係最為自尊嘅，所以咧就曾經咧就邀請佢去到超戒寺，同埋賜予呢個亞底峽嘅稱號俾佢。咁而呢個法護國王咧，就係喺波羅王朝嘅時代嘅一個國王啊，就叫做法護國王。咁大約佢咧就係活躍咗喺呢個公元8世紀嘅人，而尊者咧就係生活喺10世紀嘅。咁兩個年代好似相差得太遠咧，時間上有啲唔吻合。但係咧呢個結論咧，可能都要考究一下。咁而喺藏地咧，亞底峽尊者最廣為人知嘅稱號咧就叫做佐者。咁呢個稱號咧，由佐臥就係拉薩大昭寺當中咧兩尊佛像嘅尊稱，佐臥係相同。咁就喺後邊再加上一個者字，佐臥者。喺藏文當中咧，佐臥咧可以指呢一個國嘅國王啊，或者係統治者，亦都可以咧尊稱為年長者。譬如稱呼兄長咧，我哋會用阿佐或者佐佐或者佐勒。咁有啲時候咧，佐臥嘅意思咧，就係大昭寺當中咧顯現報身上嘅佛像。係我哋見到大昭寺嘅佐臥佛像，咁佢就係現咗一個報身上嘅佛像。咁簡單嚟講咧，佐臥嘅意思咧係稱主尊或者殊勝者嘅意思，用嚟咧稱呼特別尊崇或者重視嘅對象。可以話係咧表達一種最高嘅敬意嘅用語嚟，亦都係咧充滿敬意一個稱謂。無論咧喺藏人當中稱為佐臥者，只有亞底峽尊者一個，咁就反映咗藏人對尊者懷有咧一種非常親近嘅感情，以及咧深深嘅感恩之情。
因為藏人心中咧對尊者有呢一種與眾不同嘅情感啦，同埋發自內心嘅深處嘅景仰，所以咧就以呢個佐者呢個稱號咧去稱呼佢啦。咁然後咧，阿底峽尊者出家後嘅一啲經歷啦。佢29歲出家，一直到31歲期間咧，佢就跟隨咗好多嘅上師咧，聽聞大量嘅經典啦。咁佢長期咧安住喺學修嘅主要地方咧，就係超戒寺同埋飛行寺啦。咁喺呢兩座寺院當中咧，超戒寺咧喺當時比那蘭陀寺咧就更加出名嘅，更加興盛嘅。阿底峽尊者咧就好長時間就喺呢個超戒寺度學習嘅。咁至於飛行寺咧，咁到而家都唔係十分確定嘅地方位置喺邊度。咁好多人就話咧，就喺大概嘉義附近、金剛藏附近嘅。咁呢兩座寺院咧，都係位於印度。而呢兩座寺院嘅主要護持者咧，都係波羅王朝嘅好多位國王。咁阿底峽尊者咧，就經常就喺呢兩座寺院之間來往學習啦。喺超戒寺嘅時候咧，尊者咧跟隨咗以上師戒護為主嘅師長咧，學習小乘嘅律藏啊經論。咁特別係四大部派啦，大眾部、上座部、多聞部同埋結有部。咁各個部派咧都有佢自己嘅部派之間嘅唔同嘅分別嘅。而阿底峽尊者咧，亦都係毫無混雜咁咧，通達所有各派嘅差別嘅。咁而佢喺飛行寺主要跟隨上師咧，就係達摩納斯塔，同埋學習咗咧烏巴古多嘅所做嘅大毗婆沙論。咁學習咧論點咧，主要其實需要12年嘅時間，因為尊者咧非常之精進，7年就已經完成啦。咁而大乘經典嘅學習對象咧就係淨天法，而淨天法咧就係超戒寺東門嘅首門班智達。花大師咧係守護北門嘅大師。咁當時因為真烈波尊者就係呢位真烈波咧，就被稱為咧鬥爭劫中一切智者，
有好多嘅藏地嘅上師嘅，都跟佢學習，所以呢位師哥同藏地有好多淵源。而呢位新啲波咧就係最負盛名嘅一位大師嚟。但係咧，邊個亦都有講過咧，當時喺印度咧，由於咧內外嘅教法混雜啊，因為內外道當中嘅教法咧，其實有好相似嘅地方，所以咧教法上咧就變得好混雜，所以好少嘅人咧可以真正咁分辨內外道之間嘅差異。所以咧，阿底峽尊者咧曾經講過咧，能夠分辨內外道之間嘅差別咧，就只有呢位上師巴同埋阿底峽尊者自己之外咧，兩個人之外就冇其他人能夠做到。所以咧，阿底峽尊者咧唔單止喺超界子或者飛行子學習咧，同埋佢都去過好多地方去尋訪上師嘅。咁根據傳記當中講，阿底峽尊者曾經3次渡過大海咧，做過印度中原啦、金州啦，即係印尼嘅蘇門答臘啦，係至到斯里蘭卡等等好多嘅島，都經歷過好多艱辛，去到好多請求好多上師嘅教授。咁尊者一生當中醫治過有幾多個上師咧？咁有唔同嘅講法，其中一個咧就話有157位之多，最少嘅講法咧就係有30位左右。咁其中具足校正同埋修正雙重成就嘅上師咧有12位，咁有3位咧就係見真諦嘅上師。咁呢3位分別係第一位咧，小嘅阿瓦多啲巴，因為有分大嘅阿瓦多啲巴同埋小嘅阿瓦多啲巴，而阿底峽尊者咧就係醫治過呢個小嘅阿瓦多啲巴。咁另外一位咧就係仁波迪瑜伽士阿瑪那拉舒卡，同埋咧那羅巴嘅弟子啦，就係叫做小嘅仲比巴。因為亦都有分大嘅仲比巴同埋小嘅仲比巴。而呢一位那羅巴弟子咧係小嘅仲比巴。亦都係好似琴日有提到咧，阿底峽尊者咧曾經跟隨過呢一位小嘅仲比巴去學習中觀見解。咁另外關於呢位咧，仁波迪瑜伽士加瑪那拉舒基巴，佢咧就係一個唯識宗嘅修行者嚟。咁至於呢位小嘅仲比巴咧，雖然阿底峽尊者咧未曾經係親自見過佢，咁曾經咧就喺祈請之後咧，喺夢中就見到佢啦。呢個就係好特殊嘅情況。咁佢夢到咩咧？總之咧，阿底峽尊者喺夢中見到3個出家人，
准备把本要送，本要送，本要送是的，啊，那么这些天里啊，是不是差不多送也不些？其實呢三位出家人咧，差了呀，特别给跑不的，特跑的送，哎呢，米些老我去而呢啥呢？三個出家人咧，每個人咧手裏邊都拿米些住老我去啥呢？怒氣，就啥呢？光个点钱就啥？哦，但你这看这咁佢哋喺做咩咧？就喺度食緊人马肉。代吧，去戒毒了，马代吧，咁阿底峽尊者咧見到呢個景象咧，就生唔起信心，就有啲唔相信啦。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咧？因為呢三位係出家人嚟噶嘛，但係點解會攞住頭顱器皿咧？而喺上邊咧係食緊人肉，而咁樣係會違反統戒嘅。咁然後咧佢就問董必白：佛陀有迷惑啊嘛？咁尊者咧就回答係冇嘅。咁上司咧就同佢講啦，就叫佢你就食呢一個啦。然後講住咧就提俾尊者咧一隻人手啊。咁阿底峽尊者咧就食咗呢隻小指以下嘅部分。咁接住咧，瞓覺嘅時候咧，就啱啱黃昏到天亮之間嘅時間咧，因為阿底峽尊者咧一直係安住喺禪定當中。阿底峽尊者咧就喺呢個喜悅嘅禪定當中。咁阿底峽尊者咧就諗啦，我能夠喺呢個安住喺呢個禪定當中係究竟係佛菩薩加持啊，定抑或係小洞必白加持咧？咁後來咧有一位密咒師咧就去拜見小洞必白。咁小洞必白咧就同佢講啦：你同我係冇緣嘅。但係咧，我有一個弟子咧，名裏邊有智慧呢個字。咁其實就係指阿底峽尊者啦，因為佢叫燃燈子嘛。咁所以咧，小洞必白就同佢講，就係同呢位弟子有智慧嘅呢個弟子咧，個名有智慧呢個字嘅弟子，即係指阿底峽尊者啦。然後洞必白就話啦，就我曾經加持過佢，你就同佢有緣啦，你可以同佢求法。然後呢位密咒師就嚟到去阿底峽尊者前面祈請啦。咁阿底峽尊者就問佢啦：係邊個派你過嚟嘅？然後咧，密咒師就講咗呢個前因後果。咁然後咧，阿底峽尊者就知道啦，佢自己係曾經受過小洞必白嘅加持。呢個夢境係阿底峽尊者咧先至記起咧曾經受過呢個小洞必白嘅加持。
因為當時阿底峽尊者亦都諗過係佢自己禪定修得咁好，其實係佛菩薩嘅加持，一定話少到必大嘅加持。講到阿底峽尊者嘅上師咧，其中可以值得一提嘅咧，有3位教佢嘅菩提心嘅上師，有一位咧就係達摩羅什塔，第二位咧就係慈心瑜伽士，第三位咧就係金洲大師。咁另外，我哋簡要咁去介紹呢3位上師咧，其中前2位咧就係達摩羅什塔同埋呢個慈心瑜伽士呢2位咧，都係加當派嘅著名教授師嚟。都可以話係咧教授修心嘅源頭。第1位上師咧，達摩羅什塔咧，根據口傳嘅記載咧，有一次咧佢遇到一個病人，於是呢個病人咧係需要人嘅血肉啦作為藥引，咁而呢位上師咧毫唔猶豫咁樣咧，就將自己身上嘅肉咧割落嚟去布施。咁呢個對我哋一般人嚟講咧，呢個行為咧，馬上咁將自己身上嘅血肉咧割落嚟咧，係做藥咧，對我哋嚟講係難以想像，我都係不可思議嘅。對於一般人嚟講係，所以可以見到呢位達摩羅什塔唔單止喺心理層面咧能夠收到其他交換嘅修心法，亦都能夠做到咧真實咁布施自己血肉。咁而第2位咧就係慈心瑜伽士，亦都係一位修菩提心嘅大師。總之咧，佢有一次咧，亦都見到有人用呢個鐵器喺度毒打一隻狗，然後咧慈心瑜伽士見到呢個情景咧，就生起好大嘅悲心，然後咧透過修持咧，將呢隻狗嘅痛苦咧轉移到自己嘅身上，然後呢種修持咧，就令到呢隻狗咧唔再受到呢個心理上嘅痛苦。所以唔單止係可以佢能夠承受到呢隻狗嘅心理上痛苦，以至到佢身體嘅痛苦咧，佢同樣能夠承受。以至於咧，慈心瑜伽士咧身上咧，同樣出現好似被鐵器毒打嘅傷痕。所以喺呢個故事咧，我哋可以理解到呢位慈心瑜伽士嘅慈悲心嘅修持咧，到達有幾高嘅境界。咁而第3位咧，菩提心嘅修持大師咧，就係金洲大師。金洲大師咧，被稱為咧菩提心嘅化身。因為金洲大師咧，佢就係慈悲同埋菩提心嘅正境界咧，佢嘅修行嘅層次同埋行持嘅境界咧，都極為高深嘅層次嘅。咁而阿底峽尊者所依止嘅眾德上師當中，佢個人嚟講咧，佢最有信心嘅咧就係金洲上師。所以佢同金洲大師嘅關係咧非常之密切。
所以佢對天目於咧都了加了金州大師都是嘅那个人，那么现在个菜係特別所谓敬重。个呀，超级给的，差土个了天目这个人。佢只要咧聽到金州大師那麼嘅名號咧，森林邊嘅餐廳佢就就會將上邊雙手合十，天幕的酒類加起來，然後高舉個頭。剪輯線利用的是被剪輯事情。那麼森林邊被餐的嘛，特別怎麼樣？那麼送不因為佢阿塔編劇咧剪輯事。諗到咧其他上司嘅時候咧係唔會流眼淚嘅，但係咧佢聽到金州大師嘅名號咧，就立刻咧將雙手合十，高舉個頭。曾經有人問過師姐，你醫治過咁多上司，點解會特別對金州大師咧係特別尊敬嘅咧？大家邊姐就回答啦，就呢個唔係因為咧我同上司有好壞之分，或者咧係有功德嘅大小之別。我對佢哋嘅恭敬咧，亦都冇高低之分，而係咧因為咧金州大師對我有好特別深重嘅恩德。然後又問到係咩嘅功德咧？邊姐就講啦。而我有咩功德咧？只係一啲善心，而呢個善心咧就完全係嚟自於金州大師嘅恩德。佢特別咧強調咧呢種自他交換嘅菩提心法門咧，除咗金州大師之外咧，我從來冇喺其他上師裏邊得到過。咁關於金州咧，就係而家咧印尼嘅蘇門答臘。咁就大概喺呢個公元7世紀後期咧，唐代嘅譯師吳晟咧曾經2次到訪過呢個地方，然後咧停留咗2年多。然後咧據說咧，金州大師就係居住喺呢個地方而獲得呢個名號嘅。但係咧今日因為時間關係咧，冇辦法可以好詳細咁講述阿底峽邊姐同金州大師嘅相遇經過，但係可以留喺之後咧再講。阿底峽邊姐未嚟到藏地嘅時候咧，係點樣嘅一位上師？從學識嚟講咧，佢精通工巧明、醫方明、因明、聲明，以及咧外國派嘅哲學思想，以至到一啲世間嘅學問。而喺佛法方面咧，佢徹底通達咗聲聞乘嘅律藏啦、經藏啦或者論藏。而大乘經典方面咧，佢完整咁樣學習咗中觀同唯識兩個派別嘅見解同埋實踐嘅一啲次第。咁其中咧就以龍樹父子相傳當中嘅中觀見咧，其咧就係從呢個小阿屈多啲白同埋呢位亦都貫通當中咧去聽聞嘅。而無著大師嘅一係咧嘅見解咧，就喺隨呢一個上啲波同埋金州大師嚟學習。咁咧，就總之就將呢個龍樹父子嘅所傳嘅中觀見同埋無著大師所傳嘅廣大唯識咧，兩者結合嚟修持。咁所以咧就見到藏傳佛教咧產生好大嘅影響啦。喺藏地嘅修行嘅傳統當中咧，一方面咧非常之重視菩提心嘅修持，另外一方面咧
喺見解上就好重視呢個中觀見解，特別咧就係葉青論師嘅英共派見解。所以咧，當我哋係講到菩提心嘅修持咧，喺藏地咧就非常之重視。另外一方面咧，見解上面咧非常重視中觀嘅見解，特別咧係葉青論師嘅英共派見解。咁而呢啲傳統咧，同阿底峽尊者咧有住非常之密切關係。咁喺密法方面咧，尊者唔單止完整地學習咗4族部嘅一切族部嘅口訣啦，同埋咧，仲有好多都係以實修嘅。咁阿底峽尊者喺出家之前就已經係一位大瑜伽士，同埋親見過好多個佛菩薩，特別咧就係起金剛、正樂輪、世間自在、三世玄莊嚴王、道母同埋不動佛嘅聖尊。咁尤其咧，至尊道母就係佢主要嘅本尊。據說咧，每當佢祈請嘅時候咧，道母都會為佢受嘅一切想要嘅。咁而從持戒方面嚟講咧，阿底峽尊者曾經親口講過咧，我從未違反過別解脫戒任何過失。但喺菩薩戒方面咧，會有一啲小嘅過失。而至於密乘嘅三昧耶戒咧，雖然有時會有細微嘅過失，但係未從來咧同佢呢啲過失咧又重複過超過1日。咁由於尊者咧有呢個將呢個菩提心作為一個修行嘅核心，喺好多嘅大師當中咧，特別有呢個善心自性。所以咧，阿底峽尊者擁有呢個善心同埋菩提心嘅修持。所以亞諾巴大師都曾經講過啦，阿底峽尊者你係咧當今嘅一個大師啊，所以佢咧嘅盛名咧唔單止喺印度，亦都喺藏地咧都非常之得到尊敬。所以今日就講到呢度。